即摆天气是热翕翕，不过少一群人唔惊热，挑战行三太子的党啊是来行路环岛。九天民俗技艺团第12届太子极限环岛比赛7日对台中出发，今仔日是行到彰化，今年有21个人参加比赛，要用28天完成世台湾一年的挑战。大日头下，选手轮流跟三太子行路环岛。这是9天民俗技艺团举办的太子极限环岛比赛。今年有3个队伍，计共21个人参加。有人是为着环保参加，嘛有学生囡仔要来挑战家己。我无想要伫厝，敢若就是食饱困，困饱食，也无着拍电动，安尼敢若生活真无趣味，所以我就想要来挑战一下家己。行路真正足健康的哦，而且咱爱为台湾做一寡代志，就是讲，即马逐工愈来愈热，咱是毋是会当做一寡较环保的代志？跟三太子行路环岛这个比赛已经举办12天，主办单位9天民俗技艺团表示，这个比赛上重要的是团队的精神，队员爱互相斗3工，才有法度完成比赛。唔但有教育意义，嘛是一种文化体验。伊无分宗教，嘛爱拜拜，嘛有耶稣的，吼，拢有，会使去咱家己的这个土地，用这种无共款的方式来纪念家己。比赛为台中出发，第2天行到彰化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比赛要用28天的时间，行完1035公里的路，按算7月27天行回去台中，完成世台湾一年的挑战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